欢迎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是在时隔11年之后，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再次访问老挝。这次访问将为新时期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注入新动力，做出新规划，增添新内涵，开启新篇章。主席府外道路上，1000余名当地民众挥舞中老两国国旗，数百名身着盛装的老挝各族人民载歌载舞，喜迎中国贵宾。主席府门前悬挂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巨幅画像。习近平乘车抵达时，受到本阳热情迎接。老挝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。习近平同本阳登上检阅台。军乐队奏中老两国国歌。习近平在本阳陪同下检阅仪仗队。仪仗队员用老挝语高呼：“祝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健康，健康，健康，健康。”习近平同老方陪同人员握手。本阳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。